當年香港人搶爆嘅樓盤，大圍站上蓋柏傲莊，2021年票王，2026年捲土重來。2020年底，柏傲莊一期首批推出，超額認購57倍，成為1997年回歸後新盤收票王。二期亦不遑多讓，首批337伙，開售即日清貨，加推又秒光，單日套現近39億，短短9個月，一加二期累售近3000伙，總套現近360億。嗰陣時，週末銷售廳人山人海，大手客、家庭客、投資客齊齊撲飛，尺價由1.8萬幾起跳，氣氛火爆。究竟點解柏傲莊會咁熱爆？依家話你知，港鐵大圍站上蓋，屯馬線加東鐵線任你揀，去羅湖29分鐘，去中環23分鐘，去西九龍高鐵站25分鐘，去香港任何 MTR 站唔會超過1個鐘，根本就好似香港嘅中心點，基座惠坊商場，65萬平方尺，150間商戶，戲院、食肆、電器、百貨、生活、娛樂齊全。B 出口有交通交匯處，巴士、小巴一應俱全。A 出口有民生用品、特色美食，經濟實惠，由商場嘅精緻生活到一街之隔嘅平價選擇，由極速嘅火車、地鐵到輕鬆坐住就到嘅巴士、小巴，全新大型生活地標。最重要嘅係而家買直接就係現樓，唔係期房，唔係樓花。2026年2月已經取得入伙紙，預計關鍵日期3月底，買到就係現樓，下半年可陸續入伙。逾500伙現樓即將重推，主打3房及4房河景大宅，戶型齊全，285尺至1695尺，仲有特色平台加天台單位，部分單位配置 Mini、大金等國際品牌家電。成個柏傲莊系列會所面積約28萬尺，由挪威 Snøhetta 建築事務所設計，日本設計師負責園景，以農莊生活為核心。呢個係一個好少見嘅會所主題 ，farmhouse 半開放式設計，有階梯田園、魚米共生園、親子有機園圃，住戶可以親自耕種、烹飪、聚餐，貫徹從農田到餐桌概念，配專業廚房設備。適合辦派對或烹飪班。港鐵站上蓋嘅極致方便，會所、農莊生活嘅悠閒生活，柏傲莊係你嘅必然選擇。而家即刻搵我去參觀一下啦！